以前一直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不封赏，现在才搞明白，老爷子是想把这份恩典留给新主子。实际上封不封赏根本就没关系，最重要的就是应付好这禅位之后的局势。哦，看看再说吧。不错啊。中唐20年盛宠不衰，手握着9卿6部，这二爷又掌管着7省兵马，这一文一武互为犄角，没人办得动。好，何中堂赏了，赏了。这良辰美景，咱不谈政务啊。二爷，您点一出。哼，我成天跟那帮当兵的老爷们打交道，哪会挤出什么戏呀？哎呦，二爷，您战功卓著，年轻有为，堪比吕文侯。那么着，您点一出辕门射戟。你说辕门射戟啊？我今儿就来凑个兴啊！今儿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辕门射戟。刘全啊，辕门射戟。辕门射戟，辕门射戟。火杀之家爷，爷赏你吧，赏你银子没问题，啊，你得听我唱戏。哎，行，我唱的好吗？好，爷，您这嗓子跳班唱戏，准能红遍9城啊！真会说话，听着啊，火烧之家受尽了破灾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壮士啊。一张硬弓，他击退了一大帮的剿匪。这就是那个戴之公，他才是真正辕门射戟的高手。不妨试试。你把这个顶头上，然后站那儿去。哎呦，二爷，你别吓唬我，这差那么一丁点儿，我这往后没法伺候二爷了，不是？这辕门射戟不是您自己点的吗？哎呀，这戏是假的，这真的呀！不敢呐。我来，给石哥哥请安，给石哥哥请安，给哥哥请安。这是家宴，咱不讲那么多规矩。二叔是功臣，照理说应该我给您敬酒才是。不敢。这可真是张硬弓啊！
这弓有来历吗？恢福镜，这是我们祖传的。听说你身手了得。回话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人家是金枝玉叶乾隆爷位下的掌上明珠石格格，如今下嫁府内是封神赢得大公子的正福晋，你怎么可能见过呀？我拿着，看你的百步穿杨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谁说我是闹着玩的？格格可是千金玉体，一旦伤了一根毫发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。他能在乱军之中救出一位上将军，想必有过人之处。让我来。你敢吗？你呀，就是缺胆量。来吧。哎呀，石哥哥，石哥哥你甭拦了。咱们这位石格格主意大得很，从来说一不二。小子，你有把握吗？好功夫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谢叔夸奖。起来吧。规矩不错呀，倒像是在宫里待过。公主见笑了，她就是照猫画虎而已。把这个人留给我，二叔不会不舍得吧？石哥哥的话，就是旨意啊。我想留着他在身边，陪风神公子练练胆量。恭喜啊，相府西岐赛过一个武状元。这么多钱呀，怎么花呀？这个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跟三发死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平常有了钱都怎么花呢？下馆子，下馆子也花不了多少啊。那要是酒足饭饱以后呢？酒足饭饱以后，嘿，奶奶，可别再去找那唱戏的。哎，来了，下次。回来了。你们知道这世上最美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你想什么就来什么。空手套白狼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干什么事儿都得有本钱，你说是不是？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什么了？那笔钱呀？哪笔钱？你就拿出来吧。行，反正也藏不住了，啊，都在这儿呢，2万两。这什么钱？内务府那俩家伙给的。啊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没想到他们还当真了，不多嘛。这还不多？你们2个人，每人1万。你不要啊？
我要钱干什么？不是这，我有那么不开眼吗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当哥哥的给你们俩挣点小钱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咱还真冤枉他了啊！对你来说，也许钱很重要啊，可我不是。哼，你这还真是人往高处走了哈！这真被你说着了啊！看，这是什么？钥匙？这不是钥匙，这不是钥匙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广乐园儿，我的。广乐园？然也，我的广乐园。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戏台重新装饰一番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文姑娘给请来。我搭台，她唱戏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种得梧桐树，不愁凤凰来。来，看来这上位之后的局势也不像我们之前所担心的那样。现在依然是老爷子说了算。嗨，明摆着嘛，就别说咱们那位叱咤风云的乾隆爷了，就是一乡里长，他也不会轻易发号施令放权出去。这新主子有没有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举动啊？看样子还算是谨慎。您之前在信里边提到那金丝楠木的案子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再提？那个已经交给了军机处，是皇上提议太上皇照准的。听说那向怀章在狱中自尽了。啊，这种人活不长，放心吧，死得很干净。老爷子那边没什么可担心的，雨露恩深，看来还是一时不二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15阿哥，始终是摸他不透啊。一个养尊处优的阿哥，能有多少的臣服？哎，不能这么说。以前办案的那几个阿哥全部都参过中堂，就他没参。我真的没号准这脉，是他城府不深，还是深不可测呢？我倒是试了一下，这个内务府啊有一个五品的督办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楠木店的消息，内务府的人呢就把他给抓了。可是呢，又让他跑了。有消息说他藏进了嘉亲王府。我呢就派人以肃清内禁的名义，向这位新主子去要人。交人了吗？比想象的还顺利。也不全是啊，有点小麻烦。有人来报说内务府抓的那个是假的，真的他认识，牢里那个是个西贝货。是什么人送来的消息？啊，是个犯官的女儿，这个犯官叫刘醒身，他们父女俩老想在中堂这儿立功。想不到这位新皇上还有些城府啊，没那么老实。不要那么快下结论。一个犯官的女儿为了解脱他病苦乱投医也是有可能的。一个告密的小督办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太上皇虽然是让位不让权，但他毕竟年事已高，我们还是得做点未雨绸缪的事。新主子那边呢，也得多动点心眼儿，才能保我
何家立于不败。新皇上这儿扎出的这滴血是真是假，回头你还得查一下，啊！我去查查。来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；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是您关老爷保佑，才让我们度过这一劫。从今往后，弟子一定早晚3炷香，供奉尊前。老爷，不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如今3灾8难已过，弟子一定从此修身正信，在家孝父母，出外弑君王。老爷，相府来人了。啊，是不是？相爷让您把那姓李的五品督办亲自带到相府去。怎么没完没了了？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哎，我说，你能不能劝劝他呀？啊？哎，但愿他找不着那文姑娘。哎，你说这唱戏的走南闯北的，这哪儿找去了呀？哎，文姑娘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要找肯定能找着。哎，算了，别提这唱戏的，一提唱戏的，我脑子就乱了。我这，哎，对了，怎么了？你说，文姑娘的妹妹？对呀。你等一下，我当时在牢里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什么？听到他们说什么声音出去？卢总管说，恐怕还得再等一等。啊，还得等一等！爹，小点声。听到一个声音，当时特耳熟。谁？你得帮我找到你姐姐。好啊，我也正想找她。我的事儿李公子没忘吧？公子不是去见什么人吗？没错，就是她，文姑娘的妹妹。他跑到大牢去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你等一下，我想想，他好像管牢里那人叫爹。不对呀，他不是说她们姐妹从小父母双亡吗？没错，他就是管那人叫爹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叫爹。那你还听到了什么？你等一下。我当时在这儿这是爹，这种事情不能过分张扬。不过您放心，卢总管说，凡是给中堂卖过力的，中堂一律不会亏待的。哦，说是何中堂。何中堂？好像是说给何中堂办什么事儿，然后拿什么好处。你能肯定？没错，当时牢里静得很，我听得真真的。哎呀，那会儿啊，我就一心想要碗汤喝，我就没在意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难怪，我一直觉得有些事情发生的很离奇。自从我们发现和珅私要楠木的那张字条以后，我就一直觉得有人在盯着咱们。对了，当时除了咱们，只有他在场啊。我怎么没早怀疑他呢？哎，这么说，他是个假的。他可能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。啊！哎呀！哎，你去哪儿？逛乐园啊！怎么就过不去了？这一劫怎么就过不去了？现在想躲，怕是躲不过去呀。这还用你说？
我看还是老办法，随便找个人送过去。这次还行吗？看来是已经抓到咱们什么把柄了，只怕这次没那么好混过去了。现在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。这些年咱们的家底儿存了不少，下半辈子应该是享享清福了，咱就硬着头皮再蒙一把。如果真的混不过去，也甭等着人家来抓了，帽子一摘，大银一放，咱卷包走人得了。现在是俩皇上加一和珅，我反正已经不知道该听谁的话。既然这么难混，不如咱溜吧。听你的，再蒙一次，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。这个戏台我要重新装饰，柱子要重新描金，不是顶子要重新画花，栏杆要重新刷漆，这底下所有的桌椅板凳我全部都要换成新的。这底下的1楼都是散座，2楼全部换成包间儿，当中这个位置我要为自己亲自设立一个雅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是假的。唱念作答我都是亲眼所见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不是那个文姑娘，我说是文姑娘的妹妹，她不是来帮你找人的，她是来害你的。在我面前吹牛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不是，我骗你，我是乌摸摸的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文姑娘，我也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怕哥哥我没出息，但你们也不想想哥哥我是谁呀？啊，我是军前围城那块材料吗？即便我是，我也不愿意去。这儿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。哎，我应该把这帘子也换了。这鬼迷心窍了你！是你？你要出门？你还好吗？怎么一直都没见你啊？我一直在帮李大哥找我姐姐。哦，那找到了吗？人还没见到，不过已经有消息了。李大哥他在吗？他一直没回来。没回来？真的？哦，李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还以为他一直跟你在一起呢。他怎么会跟我在一起呢？李大哥不在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罪证。谁的？当然是和珅的。那能告诉我吗？告诉你？啊，我是说，如果我找到李大哥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他。还是当面告诉他吧。你知道这种事儿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再说了，你知道了，你也会有危险的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样，你别离开，我去找他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不安全，我不能在这儿等他。那我在哪儿能找到你？我是说，如果我找到李大哥的话。哦，我现在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没人能找到。我告诉你地址和暗号。好。除了我，只有你知道。弄来一个，行吗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好，走吧。回大人，回大人。内务府
把人押来了，把那个犯官的女儿找来啊。他不是见过真的吗？是，让他指认一下。好。总管正要找你呢。停一下，这个手打开，马步低一点，伸直。好，收。还行吧。好多了。今天咱们就练到这儿吧。走，咱们回去让师哥看看去。他总说我练的不行。再高点儿。李教头，哎，李教头，李教头，你怎么了？李教头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刚才一直陪我练剑，是不是累着了？哎，你醒醒！见过，我见过。他说什么？见过。哎，来人啊！这位姑娘，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总管大人让你指认一下犯人。总管大人，去吧。是。你去看看内务府带来那个犯人是不是真的？我见过了。见过了。真的？哦，好啊。犯人是真的。他说是真的。刘醒身的女儿告诉我说，他们还有个同案犯，告发中堂的那封信，就是从他手里发出来的。什么人？陈正林的女儿。果然。陈正林，那个是个转运使，他知道不少的内情啊。知道这个漏网之鱼的下落？知道。让纳奇他们一并捉拿归案。这。我说，这个行吗？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发昏当不了死，行不行都得硬挺着了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带来的犯人都辨认过了。啊？辨认过了。何相说了，你们这次的差事办得不错，这犯人还没。总管是说这犯人可以带回去了。他
还有一个同犯，要不你们哥俩再辛苦一趟，一并捉拿归案，啊，这活的、死的，就无所谓了。一会儿会有人带你们去的，啊，就这样吧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犯人都还没下车呢，谁辨认谁呀？真的是关老爷显灵了！哎呦，关老爷显灵了！哎，关老爷显灵了！关老爷显灵了！关老爷显灵！两位大人，请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刘总管没交代吗？小姐是说，是那个同案犯？对啊。什么人？是一个女的。哎呀，那就容易了。两位大人，请。走吧。卖桃子喽！他在干什么呢？你自己去问问去吧。我见到小文姑娘啦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见到小文姑娘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想见你。在哪儿？跟我来吧。来这儿干嘛？来找小文姑娘啊！就这小破茅草屋子，怎么还插个红旗呢？那是我们约定好的标记，我怕小文姑娘找不着。啊！哎，咱们在外边等，跟我来。神神叨叨的，你干嘛呢你？别出声，来人了。啊，小文姑娘。哎，嘘，别出声。看，就在前面。就这儿。他就在里面，那块红布是我和他约定好的记号。几个人？顶多2个，女的叫陈欣儿，是陈正林的女儿。不就是一个女的吗？我亲自抓。她会武功的。啊，不是说死的活的都无所谓吗？给我围上，放箭！你进去看看吧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还能有活的？最好保险一些。保险？上火梅子，上啊！我真的是他一奶同胞异母所生的亲妹妹，我叫文彩虹。
要能扳倒和珅，就一定能替我还有我姐姐报仇。我找到姐姐的下落了，赶紧去找她。不行，外面太危险。那怎么办？你在这儿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我找到姐姐以后，尽快让她回来。小子，你出去了！把他带走。你好些了吗？好一些。我真的见过你。第一次你也说见过我，这次又说见过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见过我？我以前见过你。以前？我是在宫里长大的，你怎么可能见过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见到过你在荡秋千，旁边还站着谁？站着皇上。以前皇阿玛是喜欢陪我荡秋千，不过这都是深宫内院发生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到过那里？你的头部是不是受过伤啊？爆炸，有一条船。一条船？你在船上做什么？我在跟进此事，那是我的差事，我不能对别人说。差事？给师哥哥请安。他刚才晕倒了，我来看看他。啊，谢谢师哥哥关心。你们兄妹俩以前都去过什么地方？我们，从小都是在乡下长大的，能去过什么地方啊？那他这伤，习武之人，磕磕碰碰是难免的。那好，你好好照顾他吧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你去太医院，找一名善治心脑神志的太医来，要最好的。这。看清楚了没有？啊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你不是火眼金睛吗？我长那么大，我长那么大。你说什么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挨过这么大的戏耍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仇不报，我才是人吗？刘先生，有人看见。爹，您看你干了什么了？相府手谕。我真的没事了，我真的没事了。
爹，我就是来接您出狱的。苍天呐，我真的没事儿啊！你以前的过错，现在功过相抵。你的案子，中堂已经令人了结了。谢中堂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中堂啊，看重的就是你们这点忠心。下官难以为报。你原来官任何职？户部郎中，从四品。哦。下面有个差事给你。愿效前马。如今皇上已经立位，内府、七司各处职事都要配全了。中堂令你到内务府应差，以内务府总库的身份，到皇上身边伺候。怎么，嫌内务府的官不够大？不，下官对内务府那边的事情不是很熟悉，我怕。不用你熟悉什么内务府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在皇上身边听到的、看到的，一个字儿不落的回复给中堂。这件事做好了，你前途无量。只要中堂信任，下官万死不辞。好，中堂就是看好你这份忠心。